今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风台的消息。风台目前当伫咧高原片的西南边，愈来愈靠近咱台湾。气象署预估，这一届风台真有可能会为南部来登陆。风台已经离开菲律宾本岛，淹过沿海路拢已经互伊毁害去，市区规个乱糟糟。气象署讲，风台伫咧上巴向台湾这边行过来时阵，会慢慢减弱，到登陆的时阵，可能会变做轻度风台。照这摆路线看，登陆的所在可能是南台湾。现在入侵的话，主要还是就是登陆地点比较还是以南台湾的几率是比较大。那特别是高雄、屏东相对是比较有可能的。气象署伫咧拜二透早5点半发陆上风台警报。对气象图看，暴风圈慢慢对台湾的南方近海划过来，高雄、屏东、恒春半岛爱注意。受到风台外围环流还有东北季风影响，宜兰关爱水有超级大水河，湘北花东也有大水河。影响最明显的话，主要会是落在明天一整天，然后跟后天的凌晨，今天降雨的区域就是只有北岸、大台北跟东半部这半岛，就是这些地方可能会有豪雨或者豪雨等级以上的区域。那中南部的话，可能要等到明天之后。11月10日停班停课的关系有通知宜兰县、花莲县、平遥县，另外台北市树林北投区12个里，也有新北市的7个区拢停班停课。整个转向的角度、路径、速度都高度不确定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密切掌握台风的动态，评估对台北市接下来可能造成风势雨势的冲击。气象署提醒大家，拜二、拜三2天，台湾附近沿海有3公尺到5公尺宽的大型，尤其是东南部，包括南势、绿岛、南部、恒春半岛沿海加平遥，会有5到6公尺以上的大景。风台天，大家尽量莫去海边加山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